进来吗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到了。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的确很有新意。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。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郑氏集团怎么能拥有7%的股份？这事儿你事先不知道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，应该是恶意收购。宋总珠，这是最新的专项册和海报，请过目。怎么还是宋小小？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？池总，这不是您亲自决定要把他换回来的吗？出去！我让你们出去！
好的，老板。池大爷，你最好乖乖的让我的海报上市，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。想不想挑战一下？取决权在于你，好好想想。以后啊，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、电脑呀，可都得小心点，万一……就是啊，可危险呢。各位，有哪位要与我郝聪明比试的，尽管放马过来。背后落人肠断，岂非大侠做派？你在干嘛呢？站那么高干嘛？啊，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。你看啊，这上面好多小虫子，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？哎，阿姨。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，我看了之前的方案，这个钻石匣周边开发的很不错，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。郑小姐，这个钻石匣的 IP 呢，大家也都很想做，可是自从3年前断更以后就没有消息了。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。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，但是……好了。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，没有成不了的事。我要3天之内拿到授权。我看这件事情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。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，交给郝小姐，自然她最合适。诸位还不知道吧？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，还出版过一本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。这可是你的优势，好好把握。但是我是真的不……来，我们给郝聪明鼓掌。韩毅，我给你30分钟，把所有郝聪明的资料发给我。啊，郑小姐，这个时间有点……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，新套餐的定金我今天给你打过去。啊，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好像不太行，你有消息了是吗？啊，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哦 ，OK， 我再查一下。刚摆平一个大魔王，又来了一个女魔头。你没看到，她今天在办公室简直像吃了我一样。难道是因为迟墨？我跟迟墨假同居的事情被发现了？韩毅，该不会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跟他闹掰了。上一个套餐他居然给我差评，你知道吗？气得我呀，从此以后跟他老死不相往来。况且那条消息应该值不少钱，我怎么可能把商机这么轻易的泄露给他？那怎么办呢？听这话，小主您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他让我拿到钻石匣的周边开发授权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道上的消息？最近穷，没钱。哎呀，跟我还提什么钱啊？这样，你先欠着。不过听起来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我自己就是钻石匣的脑残粉，当年的盛况跟《盗墓笔记》有的一拼，
只不过3年前断更了。据我的分析呢，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、善良，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。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，富有浪漫情怀，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。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他写文猝死的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。老板，郑小姐要郝聪明拿什么钻石侠的授权书？钻石侠？您知道，但是难度有点大。这个作者已经退出网文界很多年了，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。我知道了。喂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给你找到线人了，你哪儿呢？怎么还不来？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我一个人巴巴的站在这太阳底下，别说热成狗，我都快给热成12生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情况有变。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，说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寻人启事，特地告诉我钻石侠的情况。哎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哎，看不得我有难。我说好聪明，你虽然叫聪明，但是你得知道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？怎么就是被人骗呢？他又没有要我什么劳务费。请问是郝聪明小姐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是。有你的快递儿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哦，好。我先挂了。钻石侠授权书。你不是说钻石侠方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按道理讲是这样啊。据我的线人说，这作者3年前就去世了。那为什么还可以拿到授权书呢？会不会是遗嘱继承人啊？滚！哎，明天早上8点的会议啊，记得把设计稿给我，我拿着去复印一下，做成文件夹。设计稿？什么设计稿啊？你没有收到邮件吗？没有啊。我看看啊。哎，真的有。这电脑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台。你可别胡说，它可一直在那儿呢。哟，你们就这点伎俩啊？换电脑藏消息，你们当我小？《杜拉拉升职记》看过没有？75集的《甄嬛传》都白看了，韩剧女2号都这么跳戏呀？哼，一个个的，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。哎，让我斗也不是，不斗心烦。好，开会不是明天嘛？明天8点之前我会完成的，放心吧。死机了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，我设计稿还没完成呢，帮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赵姐，郑小姐，等会儿，郑小姐，迟墨呢？迟墨在里边呢，你有事吗？我帮你通报一声。
谢谢啊。郑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，你敢勾引迟墨？我没有。贱人，郑宝珠，你发什么疯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……我跟她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？你3番2次拒绝我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显而易见，郝聪明是我迟墨的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迟墨的女朋友？是你忘了吃药还是吃错了药？别多嘴，配合我演戏。迟墨，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来做挡箭牌，我就会相信吗？需要我为你证明一下吗？迟墨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占我便宜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迟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。好了，宝珠，你先别哭了。墨儿，她真的那么离谱？何止啊！迟墨还把那个女人接到别墅同居了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不仅仅是迟墨，整个迟氏集团都会葬送在那个女人手上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我没事，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。你去把墨儿找回来。这件事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我这就去。阿姨，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把迟墨拉回正途了。就按照你的思路，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案给我。老板，刚才家里来电话说老夫人的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时候事？今天上午郑小姐去过家里以后，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。郑宝珠，又是他。今天就先这样，3会。我听宝珠说，你最近把一个女孩弄到家里去住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，自从你跟他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儿。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，我总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吧。那个女孩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。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，那她样貌、学识方面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，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那种。那你选择她，而不选择宝珠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叫郝聪明的女孩。好，那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再喝点吧。
迟大爷有何贵干呢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。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真不愧。事先说好，这顿饭是不是你请？放心，这家餐厅属于池氏的，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在郑宝珠面前演的那出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点什么好呢？给我来一份龙虾餐，谢谢。对不起，龙虾需要现做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哦，那我换一个吧，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。一客龙虾餐。公司那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。那我先不点了，谢谢。我说呢，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。你晚上跟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你有什么阴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，我妈要见你。哈？欢迎光临。干嘛呢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补品。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？你是让我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？你看我昨天澡也没洗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。你看我鼻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？人靠衣装，好歹让我打扮一下吧。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衣服什么的还是别浪费了。怎么就浪费衣服啦？好歹我也算五官端正，皮肤白皙，没有胖成猪，也没有瘦成柴。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好好打扮一下，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大方得体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淑女走路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的。你学过礼仪吗？10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吗？如果把巴黎时装周的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 hold 得住吗？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你这样反璞归真的好。你，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